喺坦洲呢度全新嘅第4代住宅你都冇睇過嘅，咁其他嘅樓盤你都唔需要再睇啦，因為88個平方咧直接係做咗精裝4房，得房率直接超過110%啊！呢啲咁嘅全屋嘅裝修咧，以後就係交樓標準嚟噶啦。出去呢個露台咧就有成5.4米咁闊嘅，成個坦洲你揾唔到呢啲咁嘅小戶型有咁闊嘅露台俾你，仲可以望到呢啲咁靚嘅湖景啊！呢度單位重點嚟啦，4萬蚊嘅首期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啦，簡直係比你租套屋仲要嚟得實際啊！而且呢個單位未交樓咧，樓下就已經有成熟嘅商業街、藥房、食肆、餐飲呢啲全部都已經係齊晒噶啦。而且嘅話咧，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噶啦，直通巴士呢啲全部都係齊晒，而且主人房可以做到270度嘅採光面啊！成個坦洲呢啲小戶型係做唔到噶，入邊咧仲有個衣帽間，仲有個套廁俾到你啊！喂，而家首期4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呢啲坦洲全新嘅第4代住宅喎！你有興趣嘅，下方留言啊，我俾資料你睇睇。